顺咧咧，咱小儿的洗礼，今仔日小儿的洗礼有2位，是迄个廖晨阳甲刘玉玲，吼廖晨阳小朋友甲刘玉玲小朋友2位，咱洗礼了后的时阵，咱的副队长咧来介绍伊个家族，互咱熟悉吼。 咱来唱圣诗214首，在唱的中间，咱请咱的爸爸妈妈带咱的囡仔带来到这个头前的所在，咱来吟圣诗214首。 咱迄个帮山是我好了，我的名是创造天地，所听兄姊妹，请伊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，是对世人中搁活了后未受天的大神有讲，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，今仔我。 所有命令恁的，着驾驶因手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落尾。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，要父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，因是恩典的约的好事。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。 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，这是牧师要来呼召。牧师对咱的爸爸妈妈来讲，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。而且牧师要来问咱做伙来应答，来应答。 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。恁着我学上帝所赏赐的开达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，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。恁叫要安尼行，也无。愿主祝福恁甲恁的囝儿。 帮咱恁守这个约。
即是牧师要来用水来行洗礼，来请咱的黄队长呢来协助牧师。要怎样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有玉林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你是家己为咱意见。会常会员来有份热心的约，当即个细囝的父母甲证人亲自作证，也分担责任来培养伊，直到领受天神的。阿门。好，来，兄弟姊妹，咱请坐。我先来介绍吼，这廖英祥是法官啦吼，是廖书的是囝啦吼，廖英祥的爸爸是廖天山牧师啦吼，这是牧师的家孙啦吼，所以这是来介绍。另外，迄个徐志伟，主持伫咧教会吼，嫁去徐志华，徐志华，嫁去韩国吼，所以这是女儿啦吼，阿婆啦吼，林先生。可能无来吼，伊的外公就是苦面队长了啦，吼，安尼看得起来吼，大家就做啦，吼，安尼就来介绍以上。来，咱请会说，来咱要进行的是成人的洗礼，吼，成人的洗礼，咱成人的洗礼有。5位吼，谢慧玲、吴淑芬、林成功、庄志山甲蔡仁杰5位。咱这点来面信息212首，212首。咱在吟诗的中间，请成人洗礼遮的会员来到头前的所在。咱这个网站是瓦克亚法的名，是创造天地
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说话了后，还袂上天的大神父讲：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摕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忍受。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第五顺序，彼得传福音的时阵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来得到赦免，搁要受圣神的赏赐。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的子孙，以及恁拢总远的人，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调的。亲像彼得有叫人着反悔来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。当我也安尼对恁讲，恁着深信，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。当恁要受洗礼，恁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爱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我所要问的。即时咱要来使用，牧师要来问恁来答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恁有决意安尼行，也无？咱请洪德长老来头前讲牧师。林真讲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吴淑芬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谢慧玲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庄之山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蔡仁杰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愿平安的上帝家己，互恁一尽诚信，搁愿上帝甲伊本身，互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会当得到保全无当掉。兄弟姊妹，请起立，这是牧师要来宣言。恁已经受洗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我靠教会头也是大英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以及永福小会环评来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做甲新的约的稳定的约。阿门。今会众请坐。咱迄个转到后面啊。咱请小会员来接纳，接纳了后，咱会上圣经啊，迄个咱的洪德长老会甲伊介绍吼。
教会奉上献献哦。来，我大家来介绍吼，因为我这位是林成功弟兄吼，伊毋是小儿吧，伊是中风吼，所以讲话无方便。你要甲伊交谈，可能爱拿一支笔甲一张纸吼，用写较方便吼。是初代信徒是洪顺福兄弟甲因带来吼，来洪顺福来介绍一下，来，第二位是吴淑芬吼。伊是讲伊对姐姐吼，伫教会已经30几年吼，即嘛才决志要来洗礼吼，是咱干事嘉义的阿姨吼，阿姨，是我第一代信徒吼，来咱鼓掌来。这位是谢慧玲吼，伊较特别吼，伊是2022月才来教会，是。看到林书豪吼，林书豪布道会，受感动吼。我想伊的信仰甲伊的，我咧问到伊的过程，伊的祈祷甲伊的读圣经，咱来真勤奋吼，2个5个尔，伊关进展吼，咱来替伊来感谢上帝吼，互伊会用来接受福音吼。来，我初代信徒吼，来。这位是庄之山吼。这个高兴嘛，差不多。这人是感觉袂歹。伊是因为爸爸跟妈妈过身了，受感动才来教会吼。较早细汉捌来吼。伊爸爸是庄平亮，伊妈妈是郑英姐。伊过身了，互伊真大感动，所以伊最近真侪拢是教会咧出入，是圣人院咧读圣经吼。伊即马伫大学咧教册吼。教休闲系，休闲系哪个连休闲到这款精彩，我来参加。来，讲情人节是麦应龙甲叶美英叶美英妈妈家吼。伊这个双拢是正常初代信徒，伊姐姐吼，伊姐姐甲引出来，来，伊姐姐到遐，来，姐姐家吼，来，麦美英。伊台中咧工作吼，因嘛认为因爸爸过身了，互伊就大感动，家己来过年来洗礼吼，来，咱个欢迎来。即条咱要去进行的是更新礼，更新礼。咱更新礼的姊妹是杨晴香姊妹更新礼，咱唱212首的第3节，第3节，甲请杨姊妹来到这个头前。咱这个房站是我地摇花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杨清香已经受洗礼，今仔日要告别伊的信仰，来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。所听的杨清香姊妹，你已经受过洗礼，既然伫耶稣基督做伊教会的会友来属于伊，
咱的主耶稣有讲，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也伫天灵的天父面前要来认伊。所以牧师来勉励你，要告别你的信仰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的。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，也无。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。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，也无。这时牧师要来宣告，请兄弟姊妹来起立。杨亲兄弟经受洗礼来告别你的信仰。我靠教会的头，也是大英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以及永福小会完并来接纳你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即只咱请小会员，咱来接纳。那我们要来上线编排。杨平兄姊妹吼，伊较早就伫自卫所来洗礼吼，我毋知伊讲伊听无，不过伊讲伫自卫所，自卫所吼，听较多吼，咱才有先人阮，已经做真侪圣经的台湾吼，了解圣经。伊的先生是李成李明杰吼，有哪要洗礼吼，咱来关心吼，来。咱听洗礼甲小儿洗礼拢出来吼，咱要来吼，家属家己就来献花吼，来小儿洗礼，我拿别出来来。来，拢总大家阮两个小儿洗礼。好来，咱即个是来家属是教会来个献花，来大家来鼓掌。咱较领做礼拜刷，才后来翕相吼。咱大概先翕一个好吼，来，咱献花了会使回做吼。咱礼拜了的时阵，咱做伙翕相吼。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吼。人生命领受上帝恩典是咱的重担，让定心。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，希望上帝施恩赐福，伫咱遮所有洗礼兄姊妹因的每一个人的心上。这点咱要来修圣餐，咱请兄姊妹来吟229首，祝你身躯替我受伤好。